这写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悼念越南佛教领袖释广度圆寂；司政洛萨桑格在佛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发表演讲；司政洛萨桑格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西藏。司政出席纽约与新泽西藏人协会举办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西藏再次被列为全球第2个自由度最低的地区。藏人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中共迫害西藏文化状况。人权观察新报告发现，西藏的藏族中等教育受到威胁。西藏儿童村学校为预防冠状病毒暂时关闭学校。驻台办事处代表会见新任无党籍立法委员林长佐，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会见比利时国会议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越南佛教联合会宣布，数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越南异议僧人、佛教领袖释广度于2月22号在胡志明市的归元寺圆寂。这位异议僧人一直在为该国争取宗教自由，曾被捕入狱超过30余载，享年93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于3月1号致函给越南佛教联合会，向释广度的信徒和追随者表达诚恳的悼念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写道：虽然我没有机会亲自与释广度会面，但我知道他总是奉献自己为他人服务，他的人生过得很有意义。当我们缅怀他时，我们可以为他感到高兴。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于2月中旬在访问美国期间，因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在该校发表题为《人权与西藏》的演讲，并会见美国政要和当地藏人民众。司政洛萨桑格在主题为《人权与西藏：领导流亡政府》的演讲活动上，向与会各界详细地介绍了言论自由的价值，以及中共当局限制各国记者和外交官进入西藏，强调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严重阻碍外界获悉关于境内藏人现状的独立和真实的报道。司政洛萨桑格还会见了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司副助理秘书长乔纳森·弗里茨和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和移民部副部长查理德·阿尔布兰特，与他们讨论中共政权对西藏的人权，特别是宗教自由方面的压制。2位副秘书承诺将努力支持和关注西藏境内的局势。在上述访问行程结束后，司政洛萨桑格与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等前往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藏人社区继续进行访问，并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演讲。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于2月27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列会的报告中，对今年访华的邀请表示欢迎。巴切莱特女士在表达她对此次访问的愿景时强调：“我们将寻求深入分析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维吾尔少数族群的人权状况。”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对这一访问表示欢迎的同时，强调这次访问需要时间。然而，不对西藏进行访问将无法完整地分析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非法占领西藏60多年来，西藏人民一直面临着严重的人权侵犯。自2009年以来，中共当局错误的治藏政策已迫使154名西藏境内的藏人自焚。因此，联合国必须加快步伐，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我们在此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访问中国的同时访问西藏，亲眼目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以及藏人是如何生活在不断遭受迫害和监视的环境中。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于藏历新年初6在访问美国期间，出席由纽约和新泽西藏人协会举办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
2月29号，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社区举办藏历新年庆祝活动，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与驻北美代表欧洲次人以及该州的参议员等各界代表一同出席活动。在当天的庆祝活动上，藏人社区成员表演了西藏的传统舞蹈载歌载舞，迎接藏历铁鼠新年的来临。司政洛萨桑格也在活动上向与会政要和藏人民众致以藏历新年的祝福，同时介绍了他执政多年的经历和成就，以及在此访问美国期间会见各界政要的情况。此外，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于本周三公布2020年度自由度报告，无领导者的民主自由，再次将西藏列为全球第2个最不自由的地区，连续第5年仅次于叙利亚。在自由之家公布的2020年度全球自由报告中，评估了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83个国家和1个地区被评为自由。63个国家和4个地区被评为部分自由，49个国家和10个地区被评为自由和不自由地区或国家。在过去10年中，自由国家所占比例下降了3个百分点。根据报告，在2020年世界自由报告中，中国被评为表现最差的15个国家之一，位列自由之家标记为种族清洗的证据11个国家之中。而叙利亚是全球最不自由的国家，其次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土库曼斯丹、南苏丹和朝鲜。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会议正于日内瓦召开。本周三，3月4号，联合国文化权利特别报告员在会上进行有关文化权利的报告。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人权部工作人员赤列曲吉以保护受威胁人民协会的代表身份，与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代表共同出席会议，并向联合国介绍西藏境内恶劣的人权状况和西藏文化权利捍卫者遭中共迫害的问题。赤列曲吉女士在会议上向与会各方介绍了过去60年西藏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状况，其中包括中共打压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与亚青寺两地学员僧俗遭强拆，无数僧尼学员遭驱逐，同时遭驱逐的学员被迫参加政治再教育活动等的事件。赤列曲吉还提到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阿巴尔格尔登寺僧人索南班丹以及社会活动人士阿亚桑扎等被中共任意拘捕和判刑的藏人，并呼吁联合国加强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另外，总部设立于纽约的人权观察于本周四3月5号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当局过去数十年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藏地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企图在各校推广汉语教学，迫使藏语教学加速消失。该组织91页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共当局如何利用双语教育政策的名义破坏西藏的语言文化。报告指出，中共当局过去数十年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治下的藏地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企图在各校推广汉语教学，迫使藏语教学加速消失。此外，当局透过混班教学与混合住宿来加深汉文化与汉语对藏人学生的影响。此外，中共派遣大量不懂藏语的教师到西藏自治区任教，同时将藏人教师派遣到中国的其他省份，并规定他们必须说流利的汉语。报告还指出，藏人学生必须从3岁起就读双语的幼儿园，从小接受汉语环境和官方宣传。中共美其名为加强民族团结。人权观察谴责中共式的教育政策，指出这一政策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另外，由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截至目前，印度已经有28例确诊病例，其中16名为意大利游客。受到疫情的影响，
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总部发布声明，宣布为确保学生安全，决定将推迟该校8年级以下学生的开学时间。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次汪加布阿日亚在本周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的影响，决定于今年4月2号至4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的“五五愿景”将无限期延后推行举行。但3月10号举行的西藏自由抗暴61周年官方纪念活动将照常举行。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及秘书长索朗多杰于藏历初二2月25号在台湾立法院拜访连任的无党籍立法委员林长佐，呼吁林委员和其他立委在立法院继续支持及关注西藏问题和推动有关西藏的法案。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和秘书长索朗多杰在台湾立法院会见连任的无党籍立法委员林长佐时，首先祝贺林议员在台湾的大选后再次获选担任第10届立法委员，并赠送了由前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刘汉成撰写的《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书，并呼吁林长佐委员继续在立法院一如既往地继续提出西藏问题，让更多的台湾立法立委关注西藏境内的局势。同时还呼吁其他立法委员像其他国家一样，在立法院中提出支持有关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和有关西藏的法案。林长佐委员表示，将会致函给其他立委，呼吁加入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国会西藏连线。一旦国会西藏连线再次成立后，将会在立法院内推动与提出支持西藏的法案，并以台湾立法院的名义参加国际支持西藏问题的各项会议和活动。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和欧盟联络官任增根康女士于本周四3月5号在比利时国会大厦会见了国会议员塞教科格拉蒂先生。代表扎西平措与议员科格拉蒂先生在会晤期间讨论了有关西藏境内的局势和双方关心的问题。议员格嘎拉蒂先生表示支持西藏自由事业，并强调在必要时将在国会中提出支持西藏的法案。代表扎西平措感谢议员科格拉蒂先生的支持，并呼吁比利时政府对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和西藏的宗教自由采取立场。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